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约人正正，误人空行。正正就是讲话真困意。一个久无联络的同窗的，雄雄打电话给我，讲伊来阮遮当公车，要招我斗阵食饭见面一下。看伊讲甲真诚意，我就应伊啊。也知影讲去到现场，拢无看伊的人，打电话也无人接。但也要见面的时间已经过点外钟啊。伊才打电话来讲临时有代志，无法度照约。这时我3字经就甲碰啊，毋来也毋提早讲，一点仔信用都无，真正是约人正正，误人空行，害我加走一逝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